看一个咱台语吼，上困难的，上困难的，咱台语有一个二声对无？二音嘛，二音就解讲无吼。变调，搁一个吼做入声，这三项是台语的三个特色。一个吼做鼻音，鼻声吼鼻音，吼，搁一个变调，头拄讲过啦，变调了袂代表变调搁有吼。搁一个做入声。入声，这是咱台语的三个上界大的特色，上界大的特色吼。台语上界大的特色就这三项，鼻音咱喵，看电影迄有喵，这鼻音这就是台语的特色。再来变调，头拄咧讲5、4、3、2、1、7，5、4、3、2、1、7，这上基本。再来入声。入声吼变调，咱要先知影入声。入声甲迄个华语无入声，华语无入声，皮肤真白，皮肤真白，我搁学着，这款的这就是入声这入声后壁要标入声就是第4声、第8声，咱讲台语。7声，你讲8声嘛，袂紧啦吼。有7声，西好、巴比、高、秋乐，迄高是共款吼。高秋乐，你讲7声、8声拢袂紧啦吼。有人讲台语有7声，有人讲8声，凊彩吼。伊是干那7声啦吼，7声。这内底吼，第4声、第8声就是入声。第4声甲第8声，西好、巴比，伊袂当由我长去。高秋乐，你袂当由作长个。你若头迄几落会使西，由作长个，所以拢会使用长吼。这第4声甲第8声，这就是第4声甲第8声就是入声吼。第4声、8声就是入声。即摆请大家看咱的教材，第10页，这头讲，我因这上困难，你。头听就听有吼，后壁若是这就是后壁若是那这4个 PTK 是啦，那后壁迄标音符号后壁若有这4个，这头做对无是用喙唇是不是用迄个那这伫哪个遐对无？伫哪个遐吼？若是这4个后壁，若是这4个后壁，若是有这4个符号的，就是入声，就是入声。所以你看人，迄就是袂当切断的吼，袂当切断的。咱即摆看20页吼，20页这就是有啊吼。迄报就是喙唇到喙唇因为这是分合体啊，报用喙唇甲切落登去吼。若迄个就是伊个舌尖的吼，舌尖甲切断后壁。这是讲贴伫后壁，这是贴伫后壁吼。伊这就是用舌尖甲切断，这是用喙甲切断，这用喙唇。嘴唇啊吼，嘴唇台语是安尼，喙唇，迄个喙咧写安尼，迄个喙咯。咱人的喙即摆是写，你问袂使写无伊嘴巴迄个嘴咯吼，这个是伫咧舌根舌根吼，迄是迄个伫哪喉做歹写，哪喉拄啊过去的倒边。这个切断，就是讲伊头前有啥物加一啥物字啦吼，后壁上尾字若是报，迄是干那一个迄个样子啊，毋是讲真正叫你念报哦，毋是念报哦，毋是甲念出来哦，
哦，毋是叫你讲迄个 P 就甲念出来，毋是念出来，就讲到遐，然后后壁来一步就是伊迄做出了，喙唇遐甲切实。咱即摆来看这，咱即摆吼来看咱的第10页，我豆豆讲，你豆豆听吼，啊反应随时听无你就举手。哦，第一个哦，咱本来 A 哦 ，A 就是啊对哦，啊，有喙唇后面，喙后喙，喙唇后面，毋是叫你发这个 P 的音哦，伊无叫你发这个 P 的音哦，是讲到尾啊喙唇后面，伊就报嘛，哦，所以这上要紧，这个回去非常非常重要。会惊你上要紧，你学到这看下讲，这就是宝贝啦，真正宝贝，真正是宝贝。我做学这惊讲袂记，我拢一字写起来，搭咧重修。我一日到就看上认真学，甲学起来。哦，这一定非常重要。啊，这吼，台语内底你怎来学会晓，你台语就出师啊啦，就是。台语上困难就是入声，哦，所以你看这你若就是未若对无？压力的压，好来，过来，这对吧？这舌尖的它就是就是甲等啦。等就是咯，换过来，后边这舌根才等注意啊，咱咧配着注意啊，注意吼，注意，配着注意若你脑后就咱切落嘴免合了你看这嘴开开哦，这是嘴合了哦 ，A P 是嘴合了，这哪嘴开开这是脑后切落，脑后切做喉咙倒边，台语我国语是写喉咙，台语是写倒边，脑后写安尼，哦，这是含烧两只烧拍吼。好来，你敢若这4个吼，我迄阵为着记这4个吼，实在是念了就搁袂记，念了就搁袂记，我就写字用迄便利贴甲写着，搭咧重修。食饱伊就看，看到会晓，我一定就甲厉害。一个记，这个很重要。我因为很重要，所以我要说很多次，真重要。你后摆你袂当伫遐想几个讲 A P， 搁伫遐想几个靠腰 A P 是啥？ 毋是迄 A P P 哦 ，A P P 是啊，迄什么迄 App， 迄毋是哦。这对我了哦，4个差不多，无差一嘴就是重要伫遮吼。然后无吼，你到尾伊会去牵别人答到无？伊即摆你这基本的这一定要背起来哦。会真困难袂？我今日就是4个，我会超过2礼拜啦。哦，我就靠腰，这有咱真歹记。哦，喙无啦，大声细声无啦，毋是安尼。这是喙口咧若喙开开两个喙唇后咧喙开开这是伫迄舌尖的这是然后这里这这舌根这然后这是这4个请你记好清楚。这个这不是天声，这入声。这4个很重要，记起来。过来，伊的用伊落去读的，伊甲 P 到这边咯，这啥？我叫我有啦，我写无听看无要这
一啦，这个一拢看有一啦，有一，好了，我们过来一，后这个要紧了1、2、3，过来嘞，越来越起然后过来嘞，我看无干那拄啊的咧伊拉克就等于啊，伊拉克嘛就伊啊，伊啊是陆生哦，伊拉克伊个问题在哪？伊拉克伊朗对无？即摆阿富汗吼，咱即讲即几个哦，伊搁一个伊啦吼，搁一个 PTKS 拢伫 PTKS 咧背就对啦吼。头啊，后生，这念一个啦，1、2、3吼这来去的这我就要写海利用，然后来写吼，写成个你嘛看无要紧，即摆过来哦，敢若这阿姨买落去豆，你就温度吼。歹势啦，我咧讲较粗鲁，我别讲吼。过来UTA，这我准啦，这我准的啦，稳啦，这里稳啦，忧郁症的郁啦哈，稳啦，稳，咱迄面线嘛说稳的哦，就稳面线。你讲老师迄无要来写你。所以，即摆咧写第一，真简单，你若汉字话，迄个写 UT 就好啊，是稳面线安尼啊，吼，就稳了过来咧，还佫有 UH 哦，这啥？我问这个过来写佫有一个哦，这是小我毋知影吼，要写汉字话也写吼，过来 A 哦 A。拍 A 啦，好拍 A， 你写有无？你捌讲有这个知 A 知影？以前阮咧讲有发生车祸，阮是讲发生车 A 哦，捌听着？车 A 哦 A， 过来，迄个有较啦，哦，伊咧，足学的哦，伊咧做啥工课拢足学，哦，伊较学才去读册，过来哦，这几个读你就差不多，哦。即摆过落去一半，莫讲，过一半你就爱转身会晓咯。过来啊，O 两个字头啊 O K 或者 O K 写作音吼，甲上尾迄两个 O 排写，可以写作 O K O， 我是安写好嘛 ？O K 就是足恶的啦，迄人足恶的，恶啦，足恶的啊，迄人足恶的啊。当然，这个二吼，嘛有可能因读作考好无？真考哦，嘛是真哦。你讲这咯？嘛对哦，有一这个读作我爱讲汉字，你较袂会啦吼。这像你若知影，想要知影汉字，我是怎讲？啦，下日咱厝内毋是要讲汉字，吼。这个叫做而且迄个人足恶的过来两个 O K 省略变做 O K 就好写 ，O K 就若 O H 是啊啦，变做 O H 迄就无省略掉了，
是你哦，是你哦，哦是你哦，哦就是你哦，哦就是你哦，这就是你哦，我唔知，原来就是你哦，安尼啊过来 ，AI 头先啥？I 这袂使搁伫遐斗规波，你等于 I 就爱下 I 就爱 I 就是 AI， 你咪讲 A 甲 I 斗规波 ，AI 是啥？你不能又在那里想很久，安尼你有记袂起来 ？AI 写这啥 ？I 就爱马上电脑反应 ，AI 是啥 ？I 个 H 有这 I 你看内底有咧吼 I 以后有个内底有啦，后壁上面伊就是爱，啊过来 A U H 有这这内底无哩过来讲 U H U 过来 U E H 喂，我讲迄种较不要紧，你即马 I U A O 做袂好。UP 就袂到的啊，斗无啊，无迄个 UP 的啦，无迄个字啦吼。我讲咱种乌帮纸上要紧，剩的纸较无要紧，剩的过来底下纸底下纸 AI 落去斗AU 落去斗，我话较要紧。报告这 O， 报告这纸一定要背起来。登去加念位啊，步步甲吞落去，咱知影无？你才会晓。无你我讲啊，喙角规撮两撮皮你讲啊，喙角全好，你等于过一次会过起来，我袂记了。我以前要记纸我下苦心我一字用迄便利贴即有这 AP up， 我就写一个，甲搭咧回收，咱一个，会晓的，等会晓再甲你调，到尾就拢会晓。你看着 AP 嘛，上可爱 up， 来，咱念一遍啦，开始 up。安尼，不过咱再来看课本这第11条咱后回再过来讲，好无？你全基本要先背起来，无你过来讲出来，你会足痛苦。AK 哦。越来越去啊！迄头家做较钱，越来越去啊！这随下下面你若看到 P 就是随下下面就是话袂来咱即马咱甲第10页了一遍来，第一个对叫出来是你答。过来，这就是回答你讲回答的答过来，迄人做爱插代志的，吃插。搁上尾字上尾字简单就是拄搁一摆答。吃插。伊第10页有切无你举手袂紧咱。来，过来第2说八咱咧讲啦18有8，迄个8，迄个 P 是8啊，你袂使伫遐看到迄 P 搁想讲 I P 是啥物？迄个即个声母搁袂 P 就是8对无 ？I A T 就是到尾拢爱反射动作，你看到 P 就是8，A T 就是袂使搁伫遐想讲靠腰 A T 是啥？搁伫遐斗几讲。安就袂使就相反啊，就是到尾你爱记8，过来就是吃 TSH 就吃嘛吃插，过来照相加折断等用这个咯，过来
嘴爱开开，嘴合咧，嘴合，嘴开开就是或者对无？这个是嘴，这就是喙唇到喙唇就爱切的，吼。PTKH 好，那即款后壁伊个拼音若是后壁若是即款的，你就是伊袂当纠正，伊是入声爱切断吼，爱切断吼。所以这四个家己爱记号真清楚哦。互你袂使后尾搁伫遐想几波，伫遐就斗袂起来咯。看到 AP 就是啥看到 AT 就是啥看到 AK 就是啥看到 AH 就是啥安尼就知啦吼，像安尼，一定爱记起来吼，一定爱记了一寡功夫爱记起来。咱搁看第二个吼，过来 IP 吼 IP 过来歌音吸，可以吸，好音吸，过来吼，这个音吼音吼音，吃一切，思一息，得一定，这样呢，这音的吼，伫迄舌尖吼，舌头遐两个切的吼，过来就是迄个歌的吼，波一变，得一定，思一息，过来意吼意，敢若写一字的，咱说无迄个按意吼，意吼较少吼意，无意比。咱你若要写汉字，米小吹米来米，就用这个米哦，米吼，过来特意体，体咱咧讲体体更体的体过来特意体，安尼，所以你一定从最基本的这爱先记了，你要斗声母才有法度斗要斗声母你爱先记起来，要斗声母才会斗过来咱讲 EIP 吼 ，E 甲 I 甲 P 到这里这两个，过来 UA 啦吼 ，UA 干那两个爱讲，你干那 U 干那要斗 UT、UH， 你两个 UP， 就无迄个音嘛，没有那个音吼，没有那个音。这内底吼，你看 A 吼 ，I 啦后壁这无到 PTKH， E 吼嘛会通到 PTKH， 但是这 UA 吼。有诶啦吼，伊后壁无敢若斗两个尔，剩诶袂当斗，无迄落音吗？无迄落音嘛，咱咧发音就是无迄个音，敢若两个音尔，敢若这两个音来，第一个就是 U 搁 T 就是稳，稳准的稳吼，稳准的稳吼，稳吼。后壁我老几下字词吼，大家看觅，知稳准，抄准啊，迄准咱咧行字迄准吼，知稳准，过来吃稳准。歌稳滚，到这问题有无？无咱搁继续看，过来滚吼，过来雾吼 ，UH 到这里雾吼，的雾度，有人上过咧度孤哦，度就是这个度，有诶上过度咧，的雾度就是安这个度吼，孤就是只乌龟的龟啊，孤啊，度孤啊度孤啊，度就爱这里吼。这是安尼，你若要参加教育部考试，就爱用一款汉字。这是教育部公布，若无吼，因为咱会惊这主要是第2轮嘛，咱主要是5轮嘛，吼，得五度吼，过来吃五处，过来吃五数，咱咧饮料爱用一数控有无？数控就来这数，就爱用这数，咱去野外数一口。新鲜的空气，迄个数就这个数。你讲我迄字汉，你讲就干那无印写，你就写 SUH 就好啊。你咧写文章写文章你讲我就讨厌这个汉字，那么难写比如讲这内底度孤的度我就袂晓写，我咧写的时阵，度孤我迄个度袂晓写，你就 TUH 就好啊 ，TUH。你孤孤来的写就写孤啊，度孤度无一定爱写汉字，知影无？汉字是创啊，就是你若要考试，你要去参加教育部考试，伊就要甲你考无伊就本来知伊会晓袂晓，这就是安尼。
哦，啊，你注意就注好对啊，嘿，注好对啊，吼，注好对啊，哦，啊，像我体无写一篇文章，大概差不多2、3千字，全部1、2海里就有买。哦，我伫迄报纸网嘛，迄网络10几包啦，吼。体无规篇拢写罗马字，但是我写就一般朋友会讲看我本来是拢学罗马字的，我是罗马字的，我以前拢唔爱写汉字，因为到尾到无公布即个汉字，可是真侪老师拢需要汉字啊。所以我感觉咱才有参考这个汉字吼，我对汉字啊、罗马字无啥意见吼。咱即摆上好就是欢喜，你要用汉字就用汉字，要罗马字就用罗马字。所以你要写啥物件，拢听有写出来咯。哦，对，你若要写对，对啦，你若要写到下晡都有，咱就即本，咱就分一本这互大家对吧？迄本后壁起衫啊。台语前天三内底有传就是有一本这互大家看好无？啊，你家己即本看看的吼。啊，你若有想要考试的人，你若想要去国中、国小、高中，对明年民国111年的8月初开始，高中嘛爱一节课。对高一开始啦，吼，高二、高三分做3年啦，国中嘛拢爱。国小嘛，若要去遐做老师，就是爱去考这教育部这个。啊，咱一般咧练习拢紧来去考，拢紧来就考过啦吼。就有资格摕无去国中，啊，无啦，伊有甲你讲，伊有考试的第一是安怎出啊？有迄考试的题型互你看啊，有迄款的，啊，毋是干那这啦，这是吼，这教育部出的简单的迄落，啊，我较基础吼。比如讲，头拄咱咧讲记咧讲5、7、3、2、1、7，咱头拄干来记一个咧对无？啊，若迄有个册，有人出迄册是记足侪个，吼，啊，因为咱这我本来是要卖一本要甲大家介绍一本，较厚的册啦，吼，内底资料较丰富。当然讲，我大家头一摆接触，即摆大家看到迄本册，看者就看者退过就无，后摆大家煞惊着。我是讲有趣味上要紧，啊，这种好的有够好的，你只要记啥物人咧讲话，咱任何一个人咧讲，我拢听好家己记的。我记一个实例互你听，我甲阮老爸足好，吼，阮老爸已经无伫咧老，已经今年也伫咧90岁吼。阮老爸吼，伊受过教育，啊，伊足爱讲有诶，讲一个迄台湾上语有诶拢无发过啦，安尼，啊，伊咧讲我就，阮两个就坐咧泡茶，啊，伊讲我就会杀咧吼，伊若讲我若记。啊！伊公差15分，我拢爸爸你摕来，我讲你听。我听无用罗马字记的，因你知影有啥物？伊咧叶伊咧感叹哦，咧啥物话？迄拢无听无记安尼，拢记甲足清楚咧。我照你头拄讲，佫讲一遍互你听。伊讲你哪遮厉害？伊头拄会听无甲，我无用录音机哦，我听无甲原音重现，佫念一遍互你听。哦，啊，我是无特别影响真侪，我到尾也写真侪。散文啦、小说啦，吼，写真侪诗拢是拢，迄个素材拢是对着老爸遐听来，吼，伊讲真侪，啊，伊讲我着家己，吼，是台湾俗语真侪吼，可能捌出偌只，我讲咱较像过插面好啦吼，我嘛捌袂少安尼啦吼，听真侪讲袂少，所以即摆咧出去听上咧讲，大概你讲你是倒位的人，你会听到哪，大家听落会知影真侪拢会了解来吼。工厂课。目前也目前母语的分数还无算于升学的内底，但是后摆政府后来会推动，即摆国家语言发展法推动出来，已经有明年会正式实施。即摆搁落去吼，你比如讲要来考中，我县政府后摆会设即个迄个话理啦吼，后摆要来考伫倒一个地区的。公务人员，比如讲要考邮差，还是考啥物款的吼？公务人员啥？你若有即个，比如讲你来到即个所在，来到即个彰化市是拢讲原住民的，讲泰雅语的。你若有假设讲安尼，你若有泰雅语的认证，你就加分。啊，我这是客语的，我这大家拢地区拢讲客语，你若有客语的认证合格，你就摕无加分安尼，吼。啊，你若是即个地区人拢讲台语的。啊，你若有台语的认证，你就加几分安尼，后摆会行即条路吼。
这是早晚一定会安尼行啦吼。啊无大家拢唔读啊，像我读这台语要创啥？读这台语也无要加分。啊，即摆人拢是功利主义导向，对无？啊，这若考试有要加分，我就较认真。啊，考试无要考，迄里面若清清彩彩了，就大家就较凊彩安尼吼。过来哦，过来问吼，我这个问有讲过，啊这物得物度吼，食物处，食物数讲有这个数哦。无伊哦这死悬，但是你若要写台语，袂使写死悬，吼，死迄个死是这吸哦，到底仔定点在有无？有啊，读多第五章，吸迄个读做吸哦，迄是吸讲啊，迄即个苦死的死是哦，苦死的死是吸哦，所以你袂使讲死悬哦，啊数讲数是即个数哦，即个是呼吸，呼吸台语叫做呼吸，也是喘气，所以你袂使故意有这死悬，台语就爱有即个数哦，数讲哦，迄个数作歹写，你家己若要。有要知影人爱练看觅，过来数讲，过来哦 ，A， 啊爬山就是安尼，我即个爬我不真咧写，因为我以前即摆都咧无限体验吼，以前若无人通啦，若无咧体验会就教人爱去，咱这种哦北高山啦、北高山啥物山地点往爬，啊爬就即个爬，啊若要写汉字就是写安尼，但是你电脑。我当有真侪人电脑拍袂出来吼，一个字才搁一个排吼。过来，马会马，你要安嘛？马，过来，马会哦，你咧吼，我咧读册，我咧读册，迄个咧，即个咧，我咧读册，咧吼，我咧读册。过来 ，OH 就是甘蔗泡。甘蔗食咧有一个甘蔗泡有无？啊豆仔，迄溃疡有的豆仔会当黄豆贴无溃疡溃起来了，了这啥？豆泡要创啥？豆泡要饲猪啦，豆泡啦吼，豆泡贴无顶做一块这豆饼，豆饼，啊贴无饲猪哦，以前的人送人吼，啊就买规个豆饼来饲来，啊搁用刀破迄一块豆饼甜苦苦的，恁伤少年听。这豆泡吼，过来甘蔗泡啦、豆泡啦吼，甘蔗泡你要做到，蔗泡啊放，以前咧咱咧过节要创啊，这个做咧厝咧用的吼，即摆较少人用吼。啊，过来啊泡还搁啥？猪油去，咱来迄卖猪油，大家转猪油转了，猪油泡有无？猪油泡啊，后尾出来无啥物通食。昨若迄转猪油吼，啊，就老母就编一个啊，猪油泡啊，互伊，迄就感觉足欢喜安尼吼，猪油泡。啊，过来倒，咱这个倒顶倒吼。过来过，你要搁第，吼，啊是讲遐一个啥物老果，啥物果是迄个老果啦吼，咱要讲。你要搁第，要过来，就即个过吼，过来 ，OH 哦 ，OH 过了，过来 OK 国家的国吼，苏过来 OH 哦，就是啦吼，啊，搁你若搁头前搁一个讲我要甲你染条，我要甲你抹条，迄个染吼嘛会使，啊染，甲迄染共款，就是甲你抹掉咧，抹就即个抹吼，抹，一个手部搁一个感冒的冒，就咧抹，啊若无迄个摸就是来这缀讲一个抹，啊过来拽吼，下念着拽，无爬起来较袂要紧，对头前拽吼 ，I U A O。拽拢爱记较熟的，头前拽我即摆讲到这拽，头前拽爱记互熟，尤其像即款这种爱记互清楚，爱记互清楚。啊，你家己写看觅，我会晓，通会议吼。即摆人咧讲水你就是就是
A K， 哦，一只就是 A 字安尼吼。啊，过来转过念一遍，过来转 A I H 就是爱，啊个嗨，啊过来爱，哦爱就是一定爱啦，好过来爱，这两字汉字拢是爱啦吼。爱，迄人要唉声叹气，爱安怎，好过来傲，哦，咱若到清明，就爱清明就爱食润饼糕，好无？润饼糕，吼，润饼糕，哦，糕啥物款的吼？糕，润饼糕，润饼糕，你卖无咧做无？你卖哦，伫迄个华山路吼，哦，我刚才去卖润饼糕吼，润饼糕，啊，佫有挂包吼，糕，润饼糕，过来或者包，迄是无嘛对？么啊，么后卯，么是好哦，么后卯，天光也是有这卯啦，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天光卯，哦卯吼卯，过来呢后闹，家己一个人自言自语有在闹，家己一个伫遐咧闹，毋知咧闹啥，闹啥物物件，哦。有人讲，是咧讲我，所以就家己伫遐咧闹，毋知咧闹啥。自言自语有在闹，吼。啊，过来哦，又啦，倒又，听丢，所以你若听丢，你就爱安尼写，听丢，听。是毋是写咧？听丢吼，所以你这字吼，汉字嘛是爱学，听丢，你写文章听丢，哦，去讲一个，较去读着啥物石头啊写，听丢安尼吼，啊若要写汉字 TIUH 就好啊。你讲丢我就袂晓写，我干那看到字我就无爱啊，我就袂晓，咱就毋知要来写啊，所以你就 TIUH 就好。啊听我会晓写，听就写字，听你袂写痛哦，痛毋是听，痛是痛哦。痛苦的痛哦，痛哦，迄痛苦迄痛，台语无读做听哦，迄读做痛哦，痛苦哦，啊，这字读做听，啊，所以你会使这两字莫写，这两字丢。你讲我咧写文章的时阵，我都干那无爱写汉字，我写听会晓写，我就听丢，啊，两个字啊，就 TIUH， 啊，中国的直接了。甲连起来是要创啥？还有这连音符号表示它是一个词连在一起的哈。听丢安尼哈，你若唔知看咱，头拄我分一张考卷，你看我头啊有甲翻罗马字，咱明仔日有分一张考卷好无？迄有连起来，为什么有要甲连起来？就是讲它是一个词，固定的词我分一张迄考卷啊。台语是一个，咱头拄分一张考卷好无？台语是一个词，伊就连做阵，台甲语中有一个连音符号连起来。罗马字这三字是一个词对无？所以罗马字啊，台语的台写大写，有无？罗马字是一个专有名词，罗嘛爱写大写。台语罗马字吼，伊是一个词啊，拼音嘛是一个词，测验嘛是一个词对无？哦，安尼。啊，台语文创意园区，台语文是一个词，创意是一个词，园区是一个词，一个词伊就中间用一个连接符号甲连起来。啊，大家知影无？啊，你开始无啥事，我记得豆一摆、2摆、3摆久了吼，你就哦，啊，我知影了，都大概就是这样吼。即摆过了，再跟念了差不多啊吼。即摆就是啊伊有诶哦。这5个，这6个就去斗的 PTKS 吼，拜托大家在家念我先，咱即摆搁念一遍，然后念出基本就好。I U A O 安就好吼。啊，搁落11页迄个后个有机会咱后个咱再过来教大家。你怎样先念我先，我后个咧讲是你就斗无 A B 是啥，你就斗无啊。你怎样就爱先念我先，来，即摆先来看第10页，搁念一遍咯。一
我过来这是算了解爱，喂，你上头上无嘛的，A E U A E O 落去倒的话，到 PDA 是爱个倒写，大家讲安好，好吼，这回家作业就是转登记爱练我写，登记爱练我写，搁一头多一支电的号码，登记爱背起来，大家讲一遍，5、4、3、2、1，起，安尼就大家咱今日就差不多到遮即马大家看有啥物问题，欢迎大家来问好无？大家互相交流啦咱后尾若算是星期上礼拜咱一届是咱这基础班4摆咧，后尾咱迄个关怀这家己园区这边遮，伊会搁继续开落去，若搁开落去，若搁继续去，大家欢迎过来上。但这后摆一定爱来，大家讲安好。欢迎你有问题随时大家来问安尼吼。咱即马到遮，即马请迄个谢秋老师你若到遮下课，你若要休困就休困，若有要看的人，要讲一寡大家分享吼。大家拍一个好个，谢谢。大家老师，